看到选手们从分出达斯王宫来到了舞台上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身着本地区的藏族服饰，缓缓地向我们走来。由于自然条件、生产方式、历史的不同，藏族服饰异彩的丰富多彩，差异也不多，不胜枚举。那在有些地方啊，县与县之间、乡与乡之间都有非常大的区别。已发现的服饰已经有200多种了，居中国少数民族之首。藏族的服饰文化内涵是非常的丰富的，层次也多样，既有一定的结构特征，又有许多的等级和地域性的差别，还有一些特定的服饰制度。那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藏族服饰群体展示。